我叫林默，因为一场意外，我穿越到了死后的第11年，并发现自己生活的是一个小说世界，而我的3个弟弟全是书里的炮灰男配。不过没关系，我已经扼杀了2弟的舔狗恋爱脑，3弟也扭转了抑郁自杀的命运，4弟也摆脱了坐牢的人生。哇！这才是我应该拥有的完美结局 ，Happy Ending！ 啊！什么啊？姐姐，你真的以为可以改变我们的命运？不行，2弟的命运虽然已经改变了，但3弟和4弟还没有彻底摆脱危险。现在正好是4弟坐牢的关键节点，不行，我得去一中上学，看着沈吉安。沈一涵，安排一下，我也要去一中上学。这是我的死对头谢观燕，在我不在的11年里买下了我家的别墅，因为我认床，不得不开始了和他的同居生活，和他的关系也慢慢好了起来。你醒了？嗯，这都是你做的早饭，太丰盛了吧，谢观燕，你真是太全面了。还好吧，坐。好好吃啊！姐，你上学的事儿我已经帮你安排好了。上学？对啊，我实在是放心不下沈吉安那个只考60分的二胡，我必须要去一中监督他每天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省得给我整那些有的没的。哦，天天在姐姐的眼皮子底下，4弟以后可惨喽。不过以后4弟天天陪着姐姐当仆人，我都没机会。不行，我绝对不允许。姐，这些都是我给你准备来接送你上下学的，你喜欢哪一辆？果然还是我全面，我才是姐姐最好的仆人。我喜欢那辆。啊！大小姐驾到，通通闪开！姐，你为什么不坐我准备的车去学校啊？也可以坐我的车，骑电瓶车太辛苦了，万一晒伤就不好了。谢先生平时工作那么忙，哪有时间送我姐？这种事儿，还是我来吧。你有时间送林默，不如把下个月星闪集团的财务报表再做得好看一些。哎，停！你俩拍短剧呢？看看早高峰有多堵，还不如我自己骑小电驴方便。那姐，不坐我的车就算了，但我给你准备的开学礼物，你可不能拒绝啊！我也给你准备了开学礼物。哇，不错不错，我的黄金战队又要长大了。礼物收下啦！太好了，闪闪收下我的礼物了。但是学我还是要自己上，你俩谁都别跟着我啊！走了，姐，以 SS 集团的名义，再给一中捐一栋图书馆，叮嘱好校长，千万要照顾好新来的转校生。好，那我也再捐一栋楼。好的，沈总。我才是姐姐最忠实的仆人，绝不能输。同学们，今天新来的这个转校生啊，是谢先生和沈总特意叮嘱要照顾好的人。
谢先生为他捐了图书馆，沈总为他捐了座楼，所以啊，我们要好好的对待人家，千万不要得罪人家。这个人到底什么来头啊？竟然让2位大佬照顾。您是新来的转校生吧？是，我是沈静。果然人靠衣装马靠鞍，没想到租个豪车竟然能有这个待遇。是新来的转校生，又姓沈，这下稳了。沈总啊，特意叮嘱我要好好照顾你，还特意为您的到来捐了一栋楼。沈一涵，我那个好久不见的表哥，他怎么会突然对我这么好？难道是知道我爸傍上了富婆，要来讨好我了？欢迎沈小姐入学一中。校长你好，我是新来的转校生。这人怎么看着这么眼熟？啊？校长，今天好像有2个转校生啊。那还用说吗？当然是财大气粗的这位啊。下次注意啊，不要再迟到了。赶紧上课吧。校长再见。沈小姐，您请。总觉得以前在哪儿见过他。我们把书一起翻到97页。不好意思，老师，我迟到了。进来吧。欢迎一下新同学。大家好，我是新来的转校生林墨。好漂亮。顾景昭，原书男主的学霸弟弟，四弟竟然跟他同一个班。原剧情里，四弟就是把他打成重伤才进的监狱。难怪满分750，沈静安才考60。全军出击！他是要坐我旁边吗？你别过去，他是从3中转过来的校霸，他连校长都不放眼里，你千万别把他吵醒了。放心吧，我是不会把他吵醒的。我揪醒他！是谁啊？揪校霸的耳朵，他怎么敢的？完了完了！听说去年在3中，校长打扰校霸睡觉都被揍了。这么漂亮的女孩子，不得被揍破相了？哎，这位同学，你把手放开！我也不敢惹他呀。无父爱在，我也爱莫能助了。你给我好好听课。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啊？这哪来的校霸克星？我们有救了！天哪，他跟校霸什么关系？校霸怎么对他这么好？她不会是校霸的女朋友吧？大家赶紧上课啊！快点安静一下。好，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，下课吧。他真的很厉害。谁呀？谁呀？怎么这么厉害？请。同学们，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，这是新来的转校生沈静。沈静同学呢，出身不凡，大家要好好的照顾她啊。沈小姐，你挑个自己喜欢的位置去坐吧。今天什么日子啊？怎么一下来了2位这么特殊的转校生？那是前一位更厉害，校霸都被他征服了。哪来的不长眼，敢抢我的风头？喂，我叫沈静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我们上个项目进展的还是特别的顺利。你怎么把公司的重要文件给撕了？你敢凶我，我让我爸爸开除你！孩子老骂人，就是缺教育。林墨，你打了他，就不能打我吧？沈静，这不是我二叔女儿吗？是你？
还好是热的。也对，那人都死了11年了，估计只是长得像吧。你还没跟我说你叫什么名字呢？林墨。姓林？还好不姓沈。我就说嘛，这就是个巧合。这不是顾影帝的弟弟吗？他居然跟我同班。没想到这个小魔头年纪都这么大了。算了，以前我能教训他，现在依然可以。这个不学无术的人，他凭什么跟林墨做同桌？你跟我换个位置。什么意思啊？这么高冷傲慢的顾景舟也喜欢上了林墨？滚一边去！你再说一遍。这两个人的矛盾从这么早就开始了吗？不行，我可不能让梦里的事情再重演了。哎呀，不要这样啦！大家都是同学，和气生财啊，怎么都不想发财了？哇，我学会了，以后我也这么劝架。果然长着那张脸的女人都是那么讨厌，给我等着，迟早有一天把你赶出学校。今天有好吃的饭吗？有。姐，你先去找位置，我去帮你打饭。好。你没打饭，那我的给你。啊，不用，既然去帮我打了，谢谢。来啦。你坐我位置了。起开！这位置写你名字了。这两个人怎么一见面就吵架？我们换个位置坐吧。好。没说你。没说你。学人精，丑的那样，烦人。可嫌你能了呗。林墨，你是不是不敢反抗季安？我可以保护你。是。他说没有这回事儿。这种人最喜欢闯祸斗殴，你离他远一点。他说关你什么事儿？怎么人人都围着林墨转？这女人到底哪点比我强？她一个不知道从哪儿来的穷鬼，听说上学第一天骑个小电驴就来了，哪比得上你这个货真价实的大小姐？就是，一中可不会收留这种人。等他下次月考考个垫底，就可以轻松把他赶走了。月考，我可等不了1个月。这个碍眼的人，我要让他尽快滚出学校。哼！帮我安排一场临时测验，我要在这场考试中让林墨垫底，滚出学校。我们学校没有这样的制度啊！别忘了我背后是谁，你最好按我说的做。也不知道当初四弟打伤顾景舟的契机是什么，得再想想办法，不能让梦里的事再发生。哎，林墨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没事。谢先生，姐姐我送回来了，我先走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你姐她怎么回事？今天那个顾景舟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跟个狗皮膏药一样，一直黏着姐姐。姐姐估计是烦了吧。走了。这好不容易搞走了顾景川，他弟弟顾景舟又怎么找上了珊珊？我一定要让这群阴魂不散的苍蝇再也不能打扰到珊珊。管家，安排一下，我明天要去一趟一中。好的，先生。
先生终于要去学校宣誓主权了吗？二哥，二哥，你有洗面奶吗？没有，怎么了？我想开始护肤，注意自己的形象，站在姐姐面前，不能丢了姐姐的面子啊。那我明天让姜糖买2套回来。2套？哦，好好，那走了，哥。不行，现在四弟每天都陪在姐姐身边，当她仆人，我也得想办法做点什么。来。哦，对了，今天我刚好要去一中谈一些事情，你晚上要是没什么事，我可以顺路接你回家。那感情好啊！我现在就给沈一涵发消息。谢端燕今天要去学校，晚上坐他的车回来，你接四弟就好。这个谢先生怎么又抢我和姐姐相处的机会？不行，今天我也要去学校。同学们，今天呢，我们临时做一次数学测试，大家把桌上的资料收一下。为什么偏偏是数学啊？人被逼急的时候，什么都能做出来，除了数学题。不是说1个月进行一次月考吗？怎么我刚转学过来就有测验？雷茂同学，你入学前我有提过要求，你的成绩不能垫底。如果这次测试你垫底的话，你只能退学。这卷子上的题可是连数学研究院都还没攻克的，雷默，你也别怪我，谁叫你刚来就得罪了沈总和谢先生。现在高3的卷子都已经是这个难度了吗？不过这些题有点意思。这可是数学研究院都没有攻克下来的难题，林默不会真的解出来吧？好，同学们，时间到了，大家都停笔吧。他竟然真的写完了！不行，我得找个数学研究院的博士来好好看看林默的卷子。这卷子也太狠了，感觉我在答题，他在打我。叫你平时不好好上课，等回去我再让沈一涵多给你安排几个家教老师。这不是考试，这是社会的毒打！要我说，人呐，应该认清楚自己的位置，别小想你不该得到的东西。以你的脑子，这个难度的卷子估计只能考个个位数吧。要不你还是自己走吧，别到时候成绩出来了再被赶走，丢人现眼。这个沈静从小脑子就不好，怎么长大了还是一副不是很聪明的样子，就会玩这种小孩子的把戏。你们就这么确定我考不好？就你这种买进一中的蠢货，要是考得好，我倒立吃屎。
哎，可别！我可不敢想象，这种场景太吓人了，我怕自己长针眼了。你这样吧，我们打个赌，如果这次测验我考了第1名，那你们就把整栋楼的厕所都打扫一遍。这有什么不敢赌的？如果你考垫底，你不仅要滚出1中，你还得跪下来给我磕3个响头。说什么？坐。好嘞。你们这种反派是不是对下跪有什么执念啊？好啊，我答应你们。如果林墨真的倒数，那我就出面保下林墨吧。校长，怎么样？林墨是不是垫底啊？快让他滚出1中！这次测试考第1名的是林墨。什么？什么？怎么可能？全都答对了。看来保洁阿姨要休息了，有人要去扫厕所了。这怎么可能？他肯定是作弊。对，你就是作弊。作弊？校长，你说这卷子我有可能作弊吗？哎呀，我早就发现这张卷子上的题目难度不一样，这种题目的难度只有数学研究院才有，我跟别人的卷子压根儿就不一样，是吧，校长？数学研究院的题目，这题目连我都不可能满分，你竟然全都做出来了！这数学研究院都没能破解的题，你是怎么做出来的？我只是最近在研究这个难题而已啦。原本以为林墨就是被硬塞进学校的蠢货，没想到竟是一个十足的清北苗子啊！切，就算考得再好又怎么样？按照1中校规，林墨早恋有坏校风，考得再好也得被开除。早恋？谁早恋？除了谢先生，还有谁敢靠近我姐？来一个我揍一个！你别着急否认啊，我有证据。证据？难不成他知道我对谢观燕有那么一点点暧昧了？唉，我是不知道谢观燕对我是什么感觉。停车！这家奶茶店是他最喜欢的牌子，给他买一杯他最喜欢的茉莉奶绿。这狗粮吃的我都胖了10斤了，这得算工伤。也不知道闪闪现在在做什么，马上就能看到校园版的闪闪了，好开心啊！没错，证据。你说我早恋，是跟这小兔崽子？现在知道怕了吧？难道他不仅没认出我，还不知道沈基安的身份？也对，四弟从小就走失，他又没见过，我俩现在又恰好一个姓林，一个姓季。来，继续说，我看你怎么编。我们早就了解过了，之前季安在3中上学，他刚转来1周，你也跟着转来了。而且整个学校季安就只对你不一样，你们还一起吃饭，一起上下学，你还敢说你们没有在一起？林墨，证据确凿，今天我非得让你滚出1。我就知道是季安强迫林墨跟他在一起，之前还玩什么姐姐弟弟的游戏，现在又马上害林墨被开除，他果然就是个祸害。校长，季安和林墨早恋的事实都摆在这儿了，他们还不知悔改，我看应该把他们俩一起开除。怎么，光整我不够，还想扯上季安啊？一个巴掌拍不响，要不是他，你现在看看一个巴掌响不响？你敢打我？人称外号长山赵子健。我现在就把他赶出学校，我再也别看
这林墨呀，确实是个货真价实的天才，但是这个沈庆背后是沈总跟谢先生，我得罪不起呀。林墨啊，你就跟沈静道个歉吧，这个我谅你是初犯，以后还会给你机会的。道歉是不可能道歉的啦，错的人又不是我。好弟弟，今天我去接林墨，你可以回去休息了。婆姐每天住在您家已经够麻烦了，这点小事还是我来。喂，校长，我在校门口看到沈总跟谢总了。哎呀，完了，那两尊大佛怎么一起过来了？难道是真的为了沈静撑腰？哎呀，这下我可是真保不住你了，林墨，你别怪我呀！林墨，你再执迷不悟的话，我把你开除了。谁让你这么不知好歹，得罪了静姐，活该！知道我们静姐背后是谁吗？说出来，恐怕吓得你直接跪地求饶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当时沈一涵把公司从沈静他爸，也就是我二叔的手上抢回来以后，就把我二叔送到监狱了呀。就算现在出来了，能有什么靠山？怎么怕了？现在就给我把他赶出一中！看你们谁敢动他！哟，他都这么护着你，你还说你俩没关系？我们俩呀，确实有关系。我就知道，校长他们自己都承认了。眼睛不好就去医院治治。我是他姐，亲姐。你糊弄鬼呢？你们一个姓林，一个姓季，怎么都搭不到一起去好吗？我在这世上没有什么好说谎的，你们大可以去查一查，查一查就知道我和季安在同一个户口本上，是亲姐弟。我不管，今天林木必须滚出一中。校长，我们沈家可是给一中捐了一栋楼，你必须听我的。沈家？哪个沈家？当然是京圈佛子沈一涵的沈家。不仅如此，就连 SS 资本的谢观燕谢先生也对我分外青睐，在我入学那天特地捐了一座图书馆呢。林墨啊，你就给他服个软，你惹不起。校长，您就是因为这个事儿，所以才帮着沈静处处针对我的？这位沈小姐，你就这么肯定这栋楼还有那个图书馆都是捐给你的？切，我才是沈家人，不是捐给我的，难道是捐给你这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乡巴佬的？沈家什么时候动了这么个蠢货？二哥捐的楼当然是给我姐姐的。说句老实话，沈总啊和谢先生已经在来的路上了，你就认个错。要是等他们两个大佬都到了，可能连我都保不住你了。好啊，那就让他们来嘛，我们等着。这么点小事还要等他们两位到场？你现在就把他给我赶出一中！来人，把林墨给我赶出一中！说要把谁赶出一中啊？你说要把谁赶出一中？完了！这两尊大佛来了，谁也保不了林墨了。这就是京圈佛子沈一涵和 SS 资本的大佬谢观燕谢先生。这两位在京市可是大名鼎鼎的大人物，他们难道都是来帮金姐撑腰的？林墨这下可完了，别说是一中，京市他都待不下去。表哥，你终于来了，你赶紧把这个叫林墨的给我赶出一中。
你谁啊？我是你二叔沈峰的女儿啊！我入学的时候，你还为我捐了一栋楼，你不记得了吗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这反应不对呀！完蛋了，我不是认错人了吧？您就是谢观燕谢先生吧？也感谢您为我捐了一栋图书馆，让您破费了。呵呵，谁说我这图书馆是为你而捐？我捐给一中的楼，也不是为你捐的。不可能，你的楼不是给我捐的，难不成还是为了这个叫林墨的捐的？呵呵 ，sorry 啊，好像还真是捐给我的呢。你少攀关系了，人家跟你认识吗？林墨，你没事吧？是不是我欺负你了？喝这个吧，这个是热的。姐，你放心，在这个学校里，还没有人敢把你赶出去。哎呦，完了！真认错人了，这得罪的还是沈总的姐姐。哎呀，这下恐怕连我校长的位置都保不住了。姐，沈一涵，你为什么叫林墨姐啊？我怎么看到这个人，我手就有点痒呢？沈堂姐，快帮我挠挠。就是那个沈一涵死去11年的姐姐。如假包换，没想到你连我名字都记不得。我哪里还记得？你死的时候我才5岁。哦，5岁？对，你都死了11年了，怎么突然死而复生啊？我姐当年出车祸成了植物人，在床上躺了11年，最近才刚刚醒。而我原名沈吉安，排行老4。你造我和我姐的谣，我合理怀疑你脑子不太正常。谢先生，沈总，由于我的失误认错了人，才让林墨同学受了那么多委屈，连人都分不清，这一中的校长你也不会当。不是先生，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你要是不想在京师待不下去，赶紧闭嘴。我没记错的话，当年星闪集团回到我手上以后，你爸就坐牢了吧？没想到我几年没管他，你们竟然又敢欺负到我姐。你们就这么欺负我？你们给我等着！给我查查沈峰现在做什么，敢欺负我姐，我不介意他再进去多做几年。哎，算了，这小屁孩子耍的把戏，能翻出什么花来呀？告诉一中的下一个校长，把沈静和欺负过林墨的所有人全部给我开除。是。都怪沈静，装什么大小姐，我们都被她害惨了。行了，放学了，回家吧，沈家。哦，姐，坐我的车回去吧。要不坐我的车吧，顺路。坐我的车。我还是坐沈一涵的车回去吧。毕竟沈继安的数学，我得亲自教。啊！不要啊，姐！回家。怎么了？你哥我好不容易回趟家，你怎么一点也不高兴啊？我感觉我好像失恋了。不是，你怎么在高中谈恋爱啊？说，那个女生是谁？她叫林墨。林墨？你说林墨去了你们学校读书？不可能啊！
他都死了11年了。听说是当年车祸被救了上来，然后成了植物人，最近才醒来。这个贱人，刚醒来就处处跟我作对，现在害得我在夷州颜面扫地。他和沈一涵把我害得这么惨，害我现在只能靠傍富婆才能过好日子。是林墨真的回来了，我一定不会轻易放过他。这次我们就要拿回属于自己的一切。宝宝，妈妈，宝宝你回来了。宝宝辛苦了，辛苦了。 A X 1 Y 1已知，仔细看题干。几点回来？我叫司机去接你。不用，我自己回来就行。姐姐在跟谁聊天这么开心啊？姐，你看看我这题做的对不对？不对，答案是-3。哦，好。不敢睁开眼，希望是我的幻觉。沈继安，这是数学题，这对吗？对不起姐，我忘了这是数学卷子了。不行，非得让沈一涵给你找个家教。要是亲自教你，我得少活多少年？我得。怎么突然下雨了？得赶紧发信息，叫谢观言来接我。林墨，这是顾景川，原书男主，我年少不知事实的暧昧对象，现在是我努力想抹去的黑历史。你怎么找到这的？我弟说你在11中读书，我就找人查了一下你。你应该没吃晚饭吧？我给你带了夜宵。谢谢啊，我不吃夜宵，拿回去。林墨，我知道你刚从11年前穿越过来，看到我有这么多绯闻女友，你不高兴。林墨，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保证跟这些所有女的都保持距离。林墨，我们复合好不好？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。林墨，如果你不跟我复合的话，我就一直跪在这里。一个大老爷不顾脸面的跪在雨里求复合，就算是闪闪，你会心软的吗？影帝雨夜追爱，热搜有了。这招果然有用，我就知道他舍不得我。林宇哥，宵夜留给你啊，跪累了吃。林墨，真是要了命，黄金矿工也挖不出这么纯的神器。当时怎么会头脑一热，他跟他在一起？太好了，闪闪没有原谅顾景川。干啥呢？吃自助餐呢，哥。林墨，我会一直跪在这里，直到你同意原谅我为止。啊，道德绑架我是吧？没关系啊，我没有道德，就不会被你绑架。幸好谢观言没有看到顾景川这个丑样子，不然我就永远抬不起头。我回来了，外面下雨了，带把伞。完，全被看见了！我怎么会有这么个丢人的前男友啊？我们回家吧。闪闪说我们回家，他把那里当成了我们的家。好啊，回家。林墨，林墨，回来了！谢观言，你这个
个卑鄙小人，你给我等着，一定会把林墨追回来的。哎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感冒了？要不要我给你拿点药？哎，没事儿，小小感冒，轻松拿捏。哇，哪里来的小狗狗？好可爱啊！这是你二弟给你送过来的。这小子还学会给我惊喜了。哎，对了，他还没名字，要不要你给他取个名字？取名？啊，瞧瞧，耶，这小舌头，哎，好可爱啊，还穿着小裙子。哼，那就叫你丧彪吧。好名字啊！那必须的。哦，对，你喜欢小狗？我要是养在别墅里，会不会打扰你啊？当然不会了，我很喜欢。那就好。今天谢谢你接我回来。顺路而已。那你早点休息。嗯，别感冒了。嗯。我的黑历史怎么又被谢光彦看到了？如果我犯了罪，请让警察逮捕我，不要让我这么丢人，好吧？丧彪，我是不是很丢人啊？闪闪已经明确拒绝了顾景川，可他还纠缠不休，看来不能再让他继续出现在闪闪面前了。现在看微信挂个金光你怎么不知道？拜托别再对我自己。谢大家，我爱你们。张哥，今天的演出很成功，辛苦了。嗯。这个顾景川果然是个烂人，居然又有话变新闻了。我就说这个顾景川不靠谱吧，当年要是姐姐没跟他在一起，说不定也不会。对啊，老三还不知道姐姐回来了，要是他知道，说不定多激动呢。你哪天回来？有惊喜给你。大师，本施主下周日回来。怎么了？顾景川，你雨夜追爱的热搜是怎么回事啊？你不是说了心里只有我一个人吗？你现在又和沈一涵他姐纠缠不清，你能不能别闹了？我现在心里烦着呢。好啊，你现在嫌我烦了是吗？你这次要是不给我一个交代，我以后都不会跟你说一句话。顾大营地，你能不能珍惜一下自己的羽毛啊？你搞出这些事情来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帮你处理了。我的事儿你少管。我看你就是太闲了。我给你接了几个新的工作，从明天开始，你给我24小时连轴转。好冷。就淋了这么一会儿雨就发烧，身体也太弱了。雪官呀，家里的药箱在哪儿啊？林墨，林墨，你怎么这么疼？医生，他怎么样了？我的天，41度！幸好及时叫我来了，不然都烧熟了。干嘛叫医生啊？吃口血管炎做的饭就好。是我没有照顾好他，都怪顾景川。要不是他昨天非要在雨里下跪，珊珊也不会发烧。来，先喝口水，润润嗓子。血管炎，你也来蒸桑拿啦？
你都烧41度了，先好好休息吧。我什么41度啦？林墨，你真棒！几点了？我要去上学。上学？哎，林墨，停！你都发烧这么严重了，明天就不去上课了，我帮你请假。不行，弟弟们要是知道我因为顾景川生病了，他们会担心死的。乖，我帮你隐瞒，但是你得答应我，必须要好好的睡一觉，好不好？不好，我要去上学。太阳当空照，花对我笑，像鸟说的医生，他怎么回事？烧糊涂了，我清醒了，就不知道自己在干嘛。也蛮好，就是爱学习，爱纯朗读，折磨别人。长大要为人民做功劳。哎，好了，睡觉。我就知道，房客只是你的谎言。结果呀，好巧啊，你也来上学了。好好的睡觉，好不好？勾引我，小三我听见了什么？完了，这房间就我一个外人，我不会被谢先生暗杀了吧？谢先生，要不我就先回去了啊。今天我住别墅，如果遇到什么紧急情况，您随时联系我。哎，等一下，帮我跟管家说一下，如果沈继安来找林墨，就说林墨昨晚没睡够，已经请过假了。好，这是退烧药，记得给林小姐吃。好。珊珊，对不起，是我没照顾好你。来，没习惯呀。你又来我梦里啦？乖，我们先把药吃了吧。不，谁在梦里还吃药？不吃。谁说梦里不能吃药了？来，我们吃药啊！不要！啊，好，那你说我要做什么，你才肯吃药啊？我腹肌。没想到珊珊对我的身体这么感兴趣。好，那你把药吃了，我就给你摸。你问我啊？Keeping stone. They keep falling water. I've been feeling low. Running on the mountain. I've been on my knees. 我腹肌。You say I take too much time searching for 睡着了好啊，睡着了，明天就可以好起来了。珊珊，我会在这里一直陪着你妈呀！天哪，又穿越了，睡了一天一夜。这样最纯真不过气。我昨天怎么又梦见谢管演了？为什么我老是梦到他？天哪！
你不会是喜欢上谢管燕了吧？等好久了，没看到就好久，不见了这么长，没看到人影了呀！让一让，让一让，麻烦让一让。也不知道二哥又在搞什么飞机，我得偷袭他一下。最近我是被做群了吧？怎么干什么都被拍？是得小心点。你们都回去吧。沈思战回国了？哟，这不是我们顾大爷弟。你俩咋来了？姐，我们一天没联系上你，都急死了。你怎么连昨天感冒都不告诉我们？是啊，我们来了才知道你生病了。哎呦，多大点事儿！我这还不是好好的吗？一拳能把你打飞，你也是。姐，你以后不舒服一定要告诉我们。我们现在有照顾你的能力了。好，好，下次一定。沈总，不好了，您3日提前回国，跟顾景川在机场碰上，现在2个人都上热搜。小说里，沈思战就是因为顾景川才被网暴，最后抑郁症自杀的。不行，我得赶紧过去。沈一涵，你跟我去机场。看来我们顾大影帝最近混的也不太行啊。我的事儿你少管。别着急走啊！顾大影帝最近又看上哪个女明星了？竟然还能让你放下架子玩雨夜追爱那套，看来不一般啊！哎呦，我的祖宗啊！你可别说了，为让狗仔拍到，你口出狂言，又不知道怎么黑你呢。沈思战难道还不知道他姐死而复生的事？这不是顾影帝吗？这2个冤家碰到一起，估计我家哥哥又得上黑热搜了。当年要不是你非缠着我姐去约会，我姐也不会出事。要是他在天之灵知道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吕墨，你回来！记得后悔跟你在一起。沈思战，你给我闭嘴！不过你最近的眼光也是越来越差了，身边的女人没一个比得上我姐。我让你闭嘴，你听到没有？就你还想打我啊？真的！姐，沈思战，这次你必须要进决赛，要不然我一巴掌扇死。姐，我太累了。什么？太累了？啊，那现在你姐就给你来2巴掌，给你解解乏。嘿，你小子还有精力跟我闹，赶紧给我练！谁以别离仓促，说命运为老而粗。谁陪满时空荡，再将百世莫渡。秋深沉烟草，我就知道你能行。巷口风微凉，青石汉台上曾披星月。十一年了，你终于肯回来看我了。我现在也能开万人演唱会了，你也很为我骄傲吧？你为什么能打到我？是什么情况？难道我刚刚已经出事了？我在飞机上已经卡了？姐，你快带我回去吧，带我回去见爸妈。等我有空给二哥托梦，让他出家算了，别谈恋爱。沈思战，我是人。
哎，这位粉丝，追星要保持合理距离，你越界了。你也能看见他？哦，你们也能看见他？姐，星一个人来带我们这么多人回去，你醒神没有啊？都说了我是人，活生生的人，沈思战。你怎么打人啊？谁看到偶像不是活过来了？哎，你到底要打他？别动！你再给我一巴掌！我靠，一巴掌把偶像 M 属性赶出来。傻子，我真的活过来了。今天辛苦粉丝们这么早来接机了，你们今天的鸡酒我包了。不用，我们是自愿追星。好了，对了，怎么联系你啊？姐姐你太见外了，要发票不？我就在粉丝群里面，你们搜我网名“四魂读懂人生”。你二哥还在停车场等我们呢，我们先回家好不好？走。林墨，我滚！莎莎姐姐，姐姐，你说你是穿越过来的？对啊，所以理解我现在才18岁。也是，巴掌还是当年那味儿。不过姐，你什么时候穿越过来的？哎，你今天这么早的飞机，肯定没吃早饭吧？姐现在带你吃饭去。姐姐，你什么时候穿越过来的？是这样的，当年你在国外，我什么时候？1个月前。姐姐，你都不来1个月了，都不告诉我呀？你不爱我了？沈思战，你别激动，你听听狡辩，你听听解释啊！完了，沈思战哭晕过去。啊，好像做了个危险没死的梦。沈思战，你醒了？姐姐真的活过来了，太好了！这难的是，凭什么留姐姐不见？你愣着干啥呢？你想干什么？沈思战，你干嘛？你离我姐这么近，想死了？沈思战，你住手！这是你四弟。三哥，叫什么？说话！你快松手！你看四弟都翻白眼了。哎呀，没事吧？是四弟。对，是我，三哥。这梦真好，一辈子都不要醒过来了。老四，你别生你三哥的气，你三哥只是犯病了，他不是针对你。待会儿等他出来，二哥替你揍他。我不生气。老三他生什么病了？你之前怎么没跟我说过啊？他得了夜难症。夜难症？你死后，三弟把一切归罪于顾景川身上，而顾景川跟个没事人一样，女友换了一个又一个。他每次看到那些新闻，都会发疯一样砸手机。
大哭不止。后来病症越来越严重，逐渐演变成了厌男症。我还以为他喝中药已经好了，没想到看到男的靠近你，他又发病了。原来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啊！所以姐，你跟谢先生的事情，先不要告诉他，我怕他一时间受不了这么大的刺激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你们俩知道我和谢光彦的事情了？我的老天爷！我跟谢光彦有那么一点暧昧的事，有这么明显吗？你在聊什么呢？没聊什么，等你呢。哎呀，这次你算。姐，四弟，我为我刚刚的事没关系。三哥，你力气小得很，我一点都不难受。刚刚我是装的。好啦，不打不相识，你们俩也算重新认识一下啦。姐，四弟，我爱你们。好了，大叔。对了，姐，你的失眠症好些了没？晚上要不要去我家住？我家是海景大平层。还没好，但我住在我之前的别墅。之前的别墅房主不是说他不卖了？你是怎么买到的？就凭实力咯。哦，还得是我姐。那晚上陪你去你家住。眼泪给我憋回去啊！不是不让你跟我住，我是怕你累着嘛。你看你刚回国，休息休息。我一点都不累。这次站到了别墅，看到谢光彦肯定受不了。要不让谢光彦今晚去外面住一晚上？不行，到底谁才是房东啊？要不我问问江堂姐，看她有什么好主意。我三弟晚上要和我一起住，可他当初知道我跟顾景川的事得了厌男症，如果看到我跟谢光彦住在一起，肯定会受刺激的。怎么办呀，江堂姐？我的妈呀！我怎么发给谢光彦了？你叫人带他回家，别的我来想办法。那个，我发错人了，对不起啊。我知道，没关系。谢光彦真的好可靠，可他能想到什么办法呢？啊，姐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啊。那我们回去吧。姐，你到底用了什么鬼使神差的手段，把那房子给买回来的？凭本事啊！你姐多牛！哎呦，你怎么不接啊？负债！上班的时候不要带这么大的情绪。你给我解释解释，机场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热搜上全是说你谈恋爱的。那是我姐姐。骗鬼啊！我带你4年了，我怎么不知道你有一个姐姐？现在立刻马上到公司来。抱歉，我是不会离开我姐姐的。公司我明天见。你经纪人啊？不用管他。哎，你后面有什么工作安排啊？主要是一些商演，还有1周后的一个直播综艺。综艺？我记得小说里就是在这场综艺上，沈思战受到了全网的网暴，才抑郁症自杀。那个综艺你能不能不去啊？怎么了，姐？直播综艺你所有的言行举止都会被放大的，你明天问问你经纪人能不能不去，我担心你被骂。好吧，
我明天就问问他。所以你还是没跟我细讲，你到底是怎么买回来的？魔法。你是不是不在家？怎么了，姐？啊，没事，走吧。大小姐，欢迎回家。谢观音，她怎么扮成女佣了？这牺牲也太大了吧！姐，我们进去吧。哦，啊，好呀，走。不好，客厅这么亮的灯光，谢观音一定会被发现的。姐，我怕黑。别害怕，别害怕。我可能是忘记交电费了。一会儿交上电费就不怕了啊。吓死我了！姐，交电费这种事应该交给佣人去做啊。女佣阿姨，你去把电费交一下。哎，他没你说的这么狼。那我应该叫他什么？可以叫我索菲亚。索菲亚。还好没说叫她王姐，不然也太土了。那个，交了电费，店肯定一会儿才能来。这样3弟，你先上楼睡觉，上楼睡觉。去。那好吧。委屈你了。你去。放心，他不会经常来的。什么？哎，我姐姐呢？我那么大一姐姐呢？不知道。刚才闪闪亲了我。姐，你玩闪现呢？哎呀，太累了，走吧，回去休息。走。那赶紧休息吧。索菲亚，你去给我姐放点洗澡水，她今天一天太累了。哎，好，走了，快去睡觉。哎呀，知道了。你快去。谢观音呢？不会真的去给我放洗澡水了吧？大小姐，您的水给您放好了。不留下来，给我按个摩。死嘴，说什么呢？谢观音只是装女仆，又不是真女仆，怎么可能还给我按摩呢？激进，太激进了。可以啊。不过，你确定吗？我确定。我还没有给人按摩过，要给闪闪按的不舒服怎么办？好，那你先泡一会儿，我先出去。
刚才那个意外，谢观音竟然没有反应，难道他没感觉到吗？我可以进来吗？可以。那就麻烦谢解释帮我挨一下肩膀啦。好啊。千亿大佬穿着女仆装跪着给我按摩，哎呀，这反差感谁懂啊？这感觉没有让他失望吧？舒服吗？嗯。哎呦，谢观音这也太犯规了吧！这要是被沈思战发现了，哦对了，明天得让沈一涵早点把沈思战支走，可千万不能让他发现谢观音。可以帮我拿下手机吗？好。谢谢。明天记得早点把沈思战支走。好的，姐姐。闪闪这么在乎弟弟们，我也要帮闪闪把那些莫名其妙的男人都处理掉。顾景川的事，看来要提上日程了。哎呀，这么早，左镇，快来我公司，有急事。我知道你很急，但你先别急，什么事儿？二哥一向很稳重，难道真出什么事了？喂，二哥，我到了，到底怎么了？送报纸给我，厕所没纸了。既然我高中时候能拿下林墨，现在也一定可以啊！对，我得想想办法了。喂，顾宁川，你已经请了2个星期的假没来了，我现在代表剧组正式通知你，你明天要是再不来，我们就只能换男主角，然后你就准备10亿的违约金吧。10个亿？我知道了，明天我会去影视城的。明天你不用来影视城了，接下来的戏我们去非洲拍。非洲？咱们拍的不是一个古装电影吗？这也是我们多方研讨决定的，非洲那边更合适。不是，可是你们开拍之前没有跟我这样讲啊！开拍之前你也没说你2个星期不来啊！到底谁给他的勇气敢这么跟我说话？哎，等会儿，谢观音，一定是他！这个卑鄙的男人，他想逼我从林墨的世界消失。非洲太远，我不去，不去。哎，好，那你就准备10个亿的违约金吧。那你们给我买机票吧。来下场戏。姐，我之前说的那个综艺必须上，我会谨言慎行的，你放心。你那个综艺叫什么名字？录制多久？不恋爱小屋下个月开始录制，为期1周，记得准时收看哦。不行，不能就这么让3弟去参加这个综艺。怎么了，小莫？姜糖姐，你能不能帮我查一下《不恋爱小屋》这个综艺的详细资料？没问题，等我一下。查到了，这档节目是向阳娱乐投资制作，向阳娱乐是京南许家旗下的公司。许家？哦，对了，一中校长已经换了，我本来想让他直接把沈静开除，但他背后似乎有一位神秘的大佬保下了他。沈一涵把二叔送进监狱之后，就算他出来了，
那整个京市的大佬都会对他避之不及的。还有谁会保护他和沈静？不知道，这位大佬很神秘，我至今还没有查到任何信息。好吧，快看，那是京南的顶级权贵徐雅丽，徐女士。听说她不仅是许家的唯一大小姐，还是首席舞蹈师。她手下那个学生可是顶级天赋，不过已经去世好多年了。老师，徐老师，林默，是我老师，想死你了。徐老师，我可想你了。真的没有想到你居然还活着。对不起啊，徐老师，你倾注了这么多心血培养我舞蹈，我就这么走了。你是我教过最有天分的舞蹈学生，当年你的死给我带来不小的冲击，我真的很高兴你回来了。哇，我记得徐老师是不婚主义来着。什么时候的事啊？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这个就说来话长了。啊，对了，3天后我会举办一场生日宴，到时候你也过来，咱们再好好聊。好呀，我一定会去的。我这边还有点事儿，那就先走了。哦，好。林默，能够再见到你，老师真的很高兴。我也是。老师再见。妈妈，你在跟谁说话呢？没什么，走吧。嗯。这京圈佛子怎么还没来？他不是也被邀请了吗？沈总让我们先进去，他稍后就到。今天这京市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来了，谢先生应该也会来吧？走吧，走吧。你怎么来了？今天后妈的生日宴办得这么盛大，肯定是为了介绍我和父亲给京市上流社会认识。林默算个屁，他凭什么来？你有邀请函吗？出示一下。我没有邀请函，我是……那不好意思，你没有被邀请，请滚出去。这位美女是谁啊？以前好像没见过。肯定是外地来的。今晚的宴会京市大佬云集，这个年轻美女是懂机会的。她是我带进来的。这么好的异性就没机会，林默肯定会多看我一眼吧？你们都不是一起出现的，你不能带她进去。我们是一起的，我刚去上一趟卫生间，对不对，林默？我们不是一起的。我是被徐老师当面邀请参加他的生日会，你们确定不让我进去？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可能认识我妈妈？妈妈？我还以为你是来兼职门童的呢。你才是门童，全家都是门童，这里是我家，我家。想不到我那个吊儿郎当、心眼不好还坐过牢的二叔命这么好，竟能跟徐老师结婚。爸爸，林默来了。林默，沈二狗，好久不见啊！你还是这么没礼貌，谁让你们进来的？我们不欢迎你。徐老师呢？爸爸，他认识妈妈吗？认识又能怎么样？我是雅丽的丈夫，我说不让进，你就进不去。对，我爸是一家之主。你说谁是一家之主？宝宝，你怎么自己下来？我这……
刚准备上去接你呢。接我？你不是一家之主吗？哎呀，哪里，宝宝才是一家之主啊，我不随他。小莫，你们老师怎么喜欢这种老狗型男人？谁知道，可能萝卜青菜各有所爱。怎么回事？他们说我没有邀请函，不让我进。谁不让你进？就你老公和你女儿啊。算了，既然他们都不欢迎，那我就把礼物送给徐老师，我们就走了。林默什么时候变绿茶了？谁说你不受欢迎了？林默是我亲自邀请的客人，你们赶紧向他道歉。哼！哎呀，宝宝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这也是为你着想啊。没有邀请函，我怕不三不四的人混进来，打扰了你的生日宴。你这话意思就是我像那种不三不四的人呗？胡说什么？你们两个快点向他道歉。对不起。那老师带他向你。哎呦，不用，今天是您生日，您最大，生日快乐，徐老师。那就谢谢小林默了，走，咱们进去聊。宝宝，我帮你拎着东西，别累着手啊。走吧。跟徐雅丽关系好，又长得这么漂亮，今晚肯定有很多公子哥要去搭讪了。林小姐，你的微信可以给我吗？有我，还有我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就一个微信，给你们我自己没得用。默默，你要不要先加呗？你不是不确定到底喜不喜欢谢观音？这多接触几个男的，才能知道自己真正喜欢的。这样吗？那好吧。小谢，没想到你能抽空过来啊！以前你天天来剧团看演出，最近可是好阵子没看见你了。那个最近有点忙。生日快乐！谢谢。闪闪都回来了，我可以看到他本人，就不用去古典舞剧场感受与他相关的东西了。我跟你说啊，我有一个徒弟回来了，你最喜欢的那个傣语悠悠，他表演起来那可是无人能及的。如果我能说服他再次登台的话，你可就有眼福了。我可以等在这路口，不管你会不会经过。每当我为你抬起头，连眼泪都觉得自由。有的爱像大雨滂沱，却依然那我很期待。好，那里面请吧。好。哟，大侄子，欢迎来我们家。沈风还真有两把刷子，现在竟然还攀上了惊世许家，他不会借许家的事来对付我吧？不行，我得好好守着公司，给姐姐赚钱。你也是好起来了。你放心，二叔是不会忘了你这个好侄子的。沈一涵，别跟老奶狗讲话，省得把你给带坏了。说谁是老奶狗呢？谁赢我说谁呗。你老师，这是我弟弟沈一涵。沈先生您好。徐老师，生日快乐！谢谢。先帮我拿一下吧。啊，好。不过我先失陪一下。感谢大家百忙之中来参加我的生日宴。我并不是一个爱热闹的人，在京市定居了这么久，参加的宴会屈指可数，举办这么大的生日宴更是头一回。
其实平时快了，快了！我连朋友马上要把我介绍给全京市上流社会认识。总觉得安安静静早晚能把公司和从沈一涵手里夺回来。等妈妈正式跟所有人介绍从未想过要办，我就是上流社会真正的大小姐。开始还在犹豫，林默也只能仰望我。而这次之所以生日宴举办的这么大，是因为我真的很高兴。我曾经最得意的徒弟，他回来，我现在只是想问他一句：林默，你愿意继续做我的徒弟？林默竟然是妈妈最得意的徒弟。林默这么厉害，也不知道我哥当年到底是怎么追上他的。当年爸爸意外去世，姐姐为了我放弃了她最爱的跳舞，不然她一定可以站在更高的舞台上。你不要有压力，我知道你马上就要准备高考，你可以有空的时候再过来，可以等到你高考结束再上台演出。天哪，这还是名门望族的许家长女吗？居然这么卑微！我愿意，但是什么？你说出来，老师都会答应。完了，林默要借机报复我们了。林默，你别太过分了。什么意思？妈妈，林默跟我还有爸爸有旧仇，你不能什么都答应他。是真的吗，林默？沈峰是我二叔，当年我父母过世，他就抢走了我家的公司，抢走了我住的房子。林默，你别胡说，二叔当初只是怕你年纪小，护不好家产，想帮你看着的。对，我爸爸也是一片好心，他还打爸爸呢。你想要什么？徐老师，你爱沈峰什么？这是什么话？爱情需要理由吗？我不爱你。那您为什么要嫁给他？是因为沈静。沈静，她很有舞蹈天赋。当年失去你之后，我真的很难过，所以我好不容易遇到一个有舞蹈天赋的女孩，我只想尽力留住她。我还以为是我带着女儿加入豪门，没想到是富平武贵进的豪门。徐老师，对不起。林默，我是真的不知道你和沈峰之间这些过往。如果我知道的话，我不会选择跟他结婚的。对不起，今天让你受委屈了。妈妈，我会一辈子听你的话。我可以不结婚、不生孩子，专心跳舞。你不能再让林默当你的徒弟，我和林默你只能选一个。我会马上和沈峰离婚。妈妈，你不要抛弃我呀！妈妈，对不起，沈静，你是很有天赋，但是在林默面前，你不值一提。你放心，我和你爸爸离婚之后，我会给你足够的。爸爸，你怎么了？你现在满意了吧？要是我爸爸有什么事情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哎呦，大姊妹，我没事了，我没事了，大姊妹。老师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让你为难，我只是想先等月考结束之后再继续跳舞。好，老师答应你。各位，我们宴会正式开始吧，大家可以尽情的喝酒跳舞，不要拘束。小莫，谢谢上来。季本雅，我可以邀请你跳支舞吗？也不看看谢先生是什么人，他林默高攀得起吗？就舔着脸上去。
上次在学校里的时候，谢观音也帮你摸出头了。什么？我的荣幸。还好今天三弟不在，不然估计又要抓狂。这么多人，珊珊只选择了我跳舞，我对她应该也是不一样的吧？来，嘿，真是太配了！谢先生在小莫面前简直跟只小狗一样。开始吧。那个，我不太会。我只是一个会赚钱的商人而已，除此之外，我一无所长。珊珊会不会嫌弃我呀？到了舞台中间才说不会，果然是从贫民窟出来的人，真是丢人，还不如让我上。没关系，我教你。谢观亚，别紧张。交际舞最重要的就是引领和跟随，还有看着舞伴的眼睛。啊！1、2、3。我的脚！对不起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这是你的必经之路。走吧，我脚皮厚。啊！哇塞，菜今天太好嗑了吧，我要晕过去了。要不我们也去跳一支？沈总，现在可不是上班时间，我是陪小莫来的，没空，一边玩去。姜糖子子咋办呀？我真的好喜欢谢观燕呀！你都不知道，我刚刚跟他跳舞的时候，满脑子想的都是少儿不宜的画面。全场这么多人，我的眼里只有他。怎么？咱们小莫终于认清自己的内心了。你说我表现的这么明显，谢观音迟早要发现的呀。如果他知道我喜欢他，他会不会把我赶出别墅啊？那到时我就完了。说不定他喜欢你呢。他不喜欢我，你怎么知道？他要喜欢我，他早跟我表白了。我觉得他对我好，说是因为他人好。说不定他不想打扰你的高三生活呢，又说不定他是喜欢你，但还没到表白的程度。那我还是倾向于他不喜欢我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追他？不行，现在可不能追他。如果让他知道我喜欢他，把我赶出别墅了怎么办？我睡眠障碍还没好呢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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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没事儿的，小莫。你们在聊什么？聊以前的。小谢呀，很喜欢傣族舞，最喜欢的就是傣语悠悠了。他之前几乎每个月都会过来看一次，那是痴迷的很。有品位。我以前跳傣语悠悠最厉害了，是不是老师？
小莫，我想到一个你100%能知道谢总的办法。什么办法？裸着给他跳傣语悠悠。不行，这是艺术。好，我错了，我回去就自罚敲1万下木鱼。许小姐，今天时候不早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我也先回去了。那小林墨，有空的时候记得一定要经常看老师啊。一定的。那我送你。你之前说给我找的治疗睡眠障碍的医生，现在怎么样了？那医生去国外参加研学去了，我马上联系一下，会回来的。尽快给我消息。明天的事情都解决了吗？还没有。不过谢总您放心，肯定能找到人的。务必找一个信得过的人。怎么了？是这样的，明天公司要来一个法国的客户，但是会法语的秘书他出差了。是我的问题，我忘记了明天的会面，现在只能请个临时翻译签保密协议。法语？是啊。法语我很精通啊。这是个很重要的合同，涉及几10个亿，约见面约了好几个月。对不起，谢总，您怎么罚我都可以，要不您扣我1年工资吧？开除你都不足为过。法语我会啊。如果你信得过我的话，我去帮你好了。那你明天有空吗？有的，明天周日又不用去上学。那就麻烦你了。Hello. Hello, bonjour, je m'appelle Jack. 他的名字叫 Jack。 Quel est le budget nécessaire ce projet? 他说这个项目想要有什么样的发展，大概需要多少资金的注入。那你帮我告诉他，我们呢大概需要30亿。Millions。 Wow, génial. 也不知道谢先生为什么让我假装不会法语。不过管他呢，今天结束又可以涨工资了。Nous pouvons signer le contrat maintenant, je vous en prie. 今天就可以签合同。S'il te plaît. 合作愉快。Au revoir. 真不错。林小姐，想不到你法语这么好啊！那是，我小学到初中都是在国际学校上的，而且我爸妈经常带我去全世界旅居。果然只有这样的女孩子才配得上谢总啊。不管怎么说，还是感谢你帮我保住这份工作，你就是我再生父母啊，林小姐。不至于，不至于。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。你快闭嘴吧你！你好好的工作，感谢的事情自有我而来。不知道谢观燕要怎么感谢我，如果是以身相许就好，让我摸下腹肌也行。谁家的小狗狗这么可爱呀？原来是我们家的小桑彪呀！那个，今天你帮了我这么大的一个忙，我也不知道拿什么来感谢你。你之前不是挺喜欢这房子的吗？送给你。I believe from normal
闪闪一直觉得是借住在这里很没有安全感，我终于有理由把别墅光明正大的送给他，这样子他就有安全感了。明明有无数感谢的方式，谢观音偏偏选择了我最需要的那一种。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贴心的男人？哼！谢谢，这个礼物我很喜欢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不会要反悔吧？不允许！男人，我警告你，这个房子从今往后就是我的了。反正你就是不能反悔。我没有要反悔的意思。那你刚刚为什么不松手？你得答应我一个要求。什么要求啊？哦，你不会是想让我给你一笔钱吧？没问题。不是的，我是说，以后还要住在这里。那太好了呀！天哪，能有一个这么贴心、这么好的舍友，真是800年修来的福气呀！我是想永远的住在这里。你既然这么愿意，那这样吧，房租我可以出，家里的佣人、管家的工资我也可以一起支付。房租就算，佣人和管家嘛，你可以付一半啦。毕竟我们2个人都在呀。好，你是一家之主，你说了算。我是一家之主。这场梦会自动。哇！嗨，小莫。喂，小堂姐，我把我给你和谢观燕拍的合照发给你，快看看。好。哇，太绝了，好喜欢！哦，对。当当当当！谢观音把房子送我啦，我再也不用担心他把我赶出别墅了。我靠，你还说他不喜欢你，简直爱死了，好吧？哎呀，是因为我帮了他一个忙，他才送给我的啦。哎，那你不就可以跟谢观燕表白了？其实我还想观察他一下，看他有没有除了友情以外其他的感情。如果一直都没有的话，那就算了；如果有的话，那我一定会给他一个最正式的告白。等你消息哦。拜拜，拜拜。姐，你听说了吗？沈静被开除了。这样吗？哦，估计是因为老师跟沈峰离婚了，学校也不想保他了吧？下午就要月考了，你还有这个闲心想这些事情？赶紧给我学习！如果再考倒数第一，沈家都救不了你了。学习去。知道了，姐。林墨，我给你打个赌，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我不喜欢跟小屁孩打赌。哼，最近你二弟的公司在跟我们家的产业顾氏集团竞争一个5个亿的项目。这次如果你考了第1，我让我爸放弃竞争，把机会让给你二弟。那如果我没考第1呢？跟我约会一次。无聊，没兴趣。林墨，5个亿的项目利润可不少，你确定不跟我赌一把？不赌，我姐对你没兴趣。你觉得我是会被你利用的那种人吗？会。看人真准。上次老师的生日宴，
顾景舟可以代表顾氏集团来参加，就说明他在家里还是有点话语权的。这5个亿的生意可以让二弟更上一层楼，不要白不要。期待和你的约会，林墨。姐，到时候要是输了怎么办？在我来这个学校之前，他顾景舟确实是第一，但现在我来了，可就不一定了。林墨的实力的确不容小觑，但这次我可是特意找了数学研究院的博士来辅导我。等这次考试结束，我不仅能和林墨约会，沈西安估计也会因为考倒数第一被开除，那我就可以和林墨做同桌了。抄袭我？你个小混混，谁抄袭你？那你一直看着我干嘛？我在监督你别作弊。当我不存在是吧？安静点。哎，回来了，吃宵夜吗？吃啊！刚月考结束，我要大吃特吃。刚好，我多做了一份，尝尝吧。好吃吗？好吃的，让人吃一口就幸福的想晕过去了。我要去再盛一碗。慢点儿。明晚约会地点你选一下。为什么好不容易走了个顾景川，顾景舟又对珊珊纠缠不休？珊珊也喜欢他吗？他怎么了嘛？输赢还没见分晓，先选地方也没事。我明天要不要请谢观燕吃个饭啊？试探下他对我的态度。我们还没单独在外面吃过饭呢。如果我的手受伤，我就可以找借口让闪闪明晚留在别墅了。哎，你别碰，我去拿扫把。哎呀，我怎么可以做出那种事情？他约会开心的话，应该让他去约会啊。那个，我去吧。谢观燕每次都会主动，还经常给我做饭。我明天要是约他，他应该不会拒绝我吧？岁岁平安。那我先回去休息了。好，晚安。晚安。姐，月考成绩出来了，我觉得你肯定是第一。姐，我倒数第3啊！我可以继续留在一中跟你一起读书了。小亚，知道为什么秦始皇在我一出生就不见了吗？是王不见王，还是避我锋芒？啊？他就这么不想和我约会吗？怎么可能呢？牛逼！那是必须的。顾景舟，你嘴角流血了。谢先生，林小姐放学回别墅了。她今天考了全校第一，心情可好了。回别墅之后一直在试衣服，还问我好不好看嘞。我知道了，闪闪今晚要去约会。啊？林小姐要跟别人去约会吗？谢先生太可怜了，眼睁睁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跟别人去约会。闪闪穿着好看的衣服，要跟顾景舟吃什么，聊什么？
谢观燕。I wish that I could tell you the truth. I've seen it a million times. I start painting. 大白天的，又出现幻觉了。谢观燕真被我迷倒，不可有挑了这么久的衣服。是真的，我没有在做梦，闪闪真的来找我了。你眼睛怎么红红的？那个，那个，刚刚睡了一觉，做了个噩梦。嗨，梦都是相反的啦。啊，对了，你找我有什么事？啊，我想问一下，谢先生今天有空吗？我想约你吃个饭。闪闪跟顾景舟的约会取消，所以才来找我的。没关系，就算是这样，我也很高兴。有空。那太好了，我订好了餐厅，特意为你选的。特地为我选的？完蛋，是不是太明显了？万一谢观燕不喜欢这样的怎么办？林墨，你为什么要约我吃饭？还不是因为喜欢你？什么？你不是送了我套别墅吗？那我总得表示一下礼尚往来嘛。好吧，那我们走吧。什么理由都好，只有你还愿意在我身边。这位美女，你好漂亮啊！你是我们谢总的亲戚吗？我跟闪闪的年龄看起来差很多啊，不是亲戚，是同学。真不敢相信，你好年轻啊！谢总，你也很年轻啊，一点都看不出来30多。我29。对不起，谢总，我记错了，怪我。对啊，我都忘了，我现在跟谢观燕差11岁，会嫌弃我年纪小吧？快来看看，想吃点什么？好。林小姐，您的花。我没有点花，这是谢先生送给您的。哇，好漂亮啊！林同学约我出来吃饭，我怎么能空手而来？难怪刚刚来的路上，谢观一直看着手机，原来是在给我买花啊！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绅士的男人啊？江棠姐，今天来餐厅路上，谢观燕给我订了一束花。我靠，谢观燕真正的把妹王！把妹王？我还斗地主呢。也不知道谢观燕会不会介意我们的年龄差。谢观燕，我有个朋友，他跟他喜欢的男生年龄差距有点大，这个男生有点介意，你说应该怎么办？是因为顾景舟在意闪闪的年纪，两个人有了分歧，所以约会才取消了吗？啊，如果这个男生介意，我建议你换掉他。这么说，是不是也不介意这个？那可太好了！我先去上个厕所，一会儿回来。好。喂，小莫。喂，建棠姐，我打算跟谢观燕告白了啊！这么突然？我这么喜欢谢观燕，她又不讨厌我，我觉得我可以主动一点，大不了就是被拒绝嘛。我决定了，这周日我就要上台跳《傣语悠悠》，正好趁这个机会跟她表白。不错啊。哎，不过你3弟的厌男症怎么办？你就不怕被他知道？
哎，3弟工作本来就忙，我会让他慢慢知道谢观燕的，不会让他受伤的。如果表白成功的话，那我们就先搞一段地下恋情吧。激动死我了！哎，我给你抱。好。哇！哦，对，这周日我会重新上台跳台与悠悠，邀请你来看。希望你不会失望。期待你的演出。我们快吃吧，这家餐厅的饭可好吃了。好，那就提前恭祝你演出成功。谢谢。失望？我怎么会失望？我爱看的从来都不是别人，而是你。沈一涵，你去帮我联系一下3弟参加这个综艺的导演，你就跟他说我是沈思战网上的那个绯闻女友，让我也去参加。姐，你为什么非要去参加这个综艺啊？因为综艺本身就会放大人的缺点，我得去看着他，省得又招黑了。行，姐，这次这个心理医生很厉害的，你上综艺这几天，先让他给你开点能睡着的药吧。好。啊，坐。你看睡眠障碍是吗？对，我在陌生的地方睡不着。那在陌生的地方睡在8块腹肌上试试呢？没开玩笑，我有些病人就是这样的，而且加上我开的药，效果不错，很快就痊愈了。我还是先开药吧。姐，你明天能不能不要告白啊？我也难受。林墨要跟谁告白？好了，乖了，你都是大孩子了，别学你3弟的臭毛病。姐，我不想当大孩子，不要告白好不？好了好了，先回去吧。那答应我。好，答应你，回去吧。答应我。去。就算2个人因为年龄的事情吵架，珊珊要跟顾景舟告白吗？珊珊真这么喜欢顾景舟？为什么顾家那2兄弟都可以，唯独我去？谢观燕怎么也在这儿？不会听见了我要表白的事吧？谢观燕，好巧啊！你手里拿的是什么？这是我今天开的治疗睡眠障碍的药。治疗睡眠障碍，这样珊珊就能自由的跟顾景舟在一起了，是吗？那个，你饿不？要不我们吃饭去？我不饿。到了明天，珊珊就要跟顾景舟表白了。谢观燕，你怎么了？我没怎么。没事，想哭就哭吧。肩膀借你用。怎么样？好点了没啊？没有。那就别难过了。呦，我们来玩一个游戏，我问你答。现在公司要裁员，请问他留下了谁 ？A. 小张 ，B. 小王 ，C. 小好，D. 小布。D 是 C 小好，因为好是女子，小女子不才。
不好笑吗？好笑好笑。这么好的女孩，我好想抓住。林墨，跟我试试吧。就算闪闪要跟他告白又怎么样？我要让闪闪永远记得我的服务。昨天晚上的事也太羞耻了，我好爽，大黄丫头幸福了，还没拿到先享受到了。展墨，漂亮啊！你穿这一身在谢先生面前跳舞，我得给他评样。哎，姜糖姐，哦对，姜糖姐，今天可千万要把在场所有人的手机全都给收掉，我可不想让沈思战那小子看到我给谢观音表白的事。放心，交给我。哦，还有2分钟演出就要开始了，谢观音怎么还没回我？你过来了吗？7点半开始。他该不会是有什么事不来了吧？问问。喂，谢观音，你到了吗？到了。喂，姐，我马上就要去外地做综艺了，1周不能回来，你在哪儿啊？我想找你吃个饭。我知道谢观音已经到了。那太不巧了，我吃过饭了。哎呀，我知道你还能吃得下呢。我最近想减肥，我等你回来再跟你约，好吧？你还减肥？我真得减肥，你都不知道，我今天去市场，我看到那卖猪肉的，结果人家把我当成猪给我装车上了。哎，行了，那个今天晚上你不是还有飞机吗？你赶紧休息吧。姐，我想你了，我想见你，不吃饭也行啊。不是，我还有事儿呢，回去再跟你说。金泉佛子一起见面，沈思战非要见我，我来解决。我要上场了，加油！加油，一定能行！耶！闪闪不是要跟顾鼎州告白吗？他人怎么还没到？这么重要的日子还迟到，根本不配闪闪喜欢。欢迎大家收看演出《白羽悠悠》。我去，她跳的这女孩好好眼熟啊，好有气质啊！太漂亮了，反正没人听到。妈妈，真漂亮。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能够来观看我的演出。我今天这支舞是专门为一个人跳的。今天我想向他告白。这要对谁告白啊？这也太幸运了吧！这就银河系了。说的就是。对告白的兄弟适合更好的，而不是这种最好的。这一刻，终究还是到了。索菲亚，我喜欢你。索菲亚，不是顾景州。等等，索菲亚不就是我吗？向我告白的人是我。谢先生的英文名这么女性化吗？闪闪喜欢的人是我，要告白的人也是我。在我迄今为止有限的生命中，
你是第一个让我心动，也是唯一一个让我心动的人。我很喜欢你，我每天都特别想看到你，跟你待在一起的每分每秒，我都非常快乐。所以今天，我想郑重地问你，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吗？我是不是在做梦？如果这是一场梦，请让我永远都不要再醒过来吧。你不用站起来，也不用立刻回答我。我不希望你被这个场合裹挟，也不希望你被这么多人的气氛所影响到。你可以慢慢考虑。我会离开京师1周，我希望1周后我可以听到你的答案。再次感谢大家今天能够来观看我的表演，也谢谢大家见证了我的表白。我们下次舞台再见。好，哦，真不错，下次希望还可以看到你演出。也太贴心美好了。索菲亚，你剧本给我演演啊！闪闪，不用等1周，我现在就要告诉你，我爱你。查一下林墨要去参加的综艺是什么。怎么了？哎，小姐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晕倒了？你没事吧？好棒呀！整整1周才听答案，你是这个？哎呀，我这后面不是还要去参加沈思站那个综艺吗？那边也要收手机的，谈都一样啊。哎，不过你告白怎么不叫他本名啊？谢观燕，整个京北谁不知道啊？我不想给他那么大压力，我可不想他成为大家茶余饭后谈判的对象。哦，这谢先生上辈子做了什么好事啊，能被你小啊？表白不错，就是刚才跳第5节的时候，有根手指的弧度低了30度。好的，老师，我下次会注意的。你是怎么把3弟调走的？不说了，姐，你晚上坐车注意安全。我是让姜糖第一时间通知我。二哥，手续都办好了，明天早上就能割了。哎呦，你放心，我知道你好面子，哥这桩的事儿肯定不会告诉姐的。那就谢谢。谢谢你了。不谢。那我先去录制综艺了，二哥。快把车开到楼下，我要回家。5, 4, 3, 2, 1。你好，我是黎欢雨。哦，这不是顾景团的绯闻女友吗？还跟二哥有过接触。哼，果然是黑红顶流啊，态度这么恶劣。不知道景川哥哥才是这个节目最大的咖吗？而且他前一天还特意打电话跟我道歉，说上这个综艺就是为了跟我官宣的。顾影帝，哟，这顾影帝最近开始用老抽护肤了。我这是拍戏晒的。安静，大家好，我是节目的导演。我们这次节目的人员跟官宣的时候有所不同啊。现在我们欢迎素人林墨。谁？
林墨肯定是为我来的，他知道我要入恋宗，急了。这不是沈一涵的姐姐吗？之前要不是她从中作梗，也不会让我失去沈一涵这棵摇钱树。她现在又来综艺做什么？Hello， 大家好。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说你怎么不跟我吃饭？原来是给我准备惊喜了。林墨可是为了我才上的综艺，沈思战知道了，估计得气死。我是来玩玩，坐好。好了，首发嘉宾已经到齐，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不恋爱小屋的游戏规则。你们之中呢有真情侣，但是必须保密。在节目期间不许谈恋爱，如果被发现会有惩罚。从现在开始啊，瞅什么啊？直视异性超过5秒就会打1记锤，关心异性呢会打5记锤，每1记锤扣1分，大家满分呢都是100分，分数会对后续有影响。情侣们不要当心了啊！哎，姐，喝水。哎，有点烫，我给你晾晾再喝。哎，不是，沈思战被谁上身了？喝水，姐。算好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做一个问答游戏啊，加深彼此的了解。那个，沈思战，就从你先开始吧。我问你问题，你必须回答，很快。喜欢女生长头发还是短头发？很快。是让你回答快一点，不许思考。这样，我重新问你，喜欢黑色还是白色？绿色。为什么是绿色啊？我姐姐喜欢绿色。你好好回答。哦。阴天还是晴天？晴天。咖啡还是茶？喝茶。沈思战怎么突然这么配合了？导演，又来了一个新嘉宾。什么？就是完事。对，今天呢，我们还有一位嘉宾啊，让我们有请这位重磅嘉宾谢观燕。有请我们的重磅嘉宾谢观燕。谢观燕是为我来的吗？谢观燕怎么一天到晚缠着林墨？他会上综艺吗？他就来啊！这不是姐高中时候的那个死对头吗？他现在可是顶级大佬，怎么会来参加综艺啊？姐，我记得谢观燕跟你高中的时候不是死对头吗？不过你别难过，有句话说得好，男人过了25就是52了，你别难过啊。不行，3弟在这个综艺，我要尽量避免跟谢观燕结仇，不能让他犯病。我不难过。大家好，我是谢观音。为什么打人？谢先生，这是游戏，林墨触犯了规则。哎呀，真服了！这个谢观燕竟然上来就献殷勤。闪闪的3弟有厌男症，他应该也不想看到我跟闪闪接触太多，还是先控制一下吧。是林墨，他活过来了，还让小船又重新迷恋他，
那玩意儿还追了过去。当年林默的死没有击垮你，那如果失而复得又死了呢？哼，林默，你只能再死一次了。喂，帮我去做一件事。黎欢宇92分，林默90分，江晚84，谢观燕89分，顾景川77分，沈思战负250分。250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呢就结束了。晚上的住宿由分数决定，2个最高分呢可以入住豪华单人间，低分的呢就只能住帐篷了。恭喜黎欢宇和林默入住豪华单人间。好了，剩下的嘉宾就去住帐篷吧。该有了，朋友。今天都没机会跟闪闪说上话，晚上要不要偷偷去找他？哎呀，这这么大！着火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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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闪闪，闪闪，姐，我姐还没出来。哎，你不能去，太危险了，我去。Lady， 哎呀，好疼啊！好疼啊！好疼啊！火太大了，你不能去。我已经打了救火电话，肯定会没事的。姐姐，闪闪，闪闪，闪闪，谢观燕，闪闪，谢观燕，快走！对不起，闪闪，是我没保护好你，对不起。谢观燕，你是不是傻呀？我不是让你等我一周吗？你怎么来找我了？我等不及了，闪闪，我爱你。好喜欢你，像春天的花朵盛开在夏夜里，像微风吹过雨后迷途的香气，像迷途的旅人到达了。还好大家都没事。哎，这孩子可真胆小，都被吓晕了。哎，不对，谢先生跟林默呢？他俩不会是……坏了，三弟！哎，你慢点儿。还好沈思战只是晕过去，没看见我跟谢观燕结婚。你干什么？你们不可以亲嘴，不可以，怎么可以啊？为什么不可以啊？他是我男朋友，对不对？对呀，我亲爱的女朋友。你们不可以在一起，不可以！导演呢？哎呀，你踩我手了！哎呦！他是哭晕过去的吗？不是，看到你和谢先生接吻才晕过去的。不好，沈思战这是犯病了呀！
喂，老二。姐，姐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，但老三看到我和谢观燕接吻，晕过去了。什么？姐，你跟谢先生这也太快了吧？还好啦，亲个嘴而已，一点也不好，至少也得等到大学毕业才能亲。你怎么不说等我30岁之后才能亲啊？对，30才可以。你滚吧，真的是。好了，别担心了，三弟我已经找医生给他看过了，没什么事儿。行了，退下吧。姐，这综艺才刚开始就发生了这些事情，导演，你这运气可以去刮彩票了。不敢去啊，我怕挂出欠条啊！我，要不咱们报警吧，查查怎么回事。要是人为的，可以索要赔偿啊。对呀，我以前就算吃了药，每晚也要醒2、3次，但昨晚1次也没醒，火烧屁股了才醒过来。那我的药被人换了，这场大火不会是想要我的命吧？不行，我得跟谢观音聊聊这个事。谢观燕，你现在必须和林墨分手，不然我就告诉他，你收藏了他的头发和写不完的草稿纸，还偷拍了他无数张照片，让他知道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变态狂。顾景川，你不想被封杀，让顾氏集团一夜破产。顾景川，你有没有趁我不在的时候欺负我男朋友？到底谁欺负谁呀？谁呀？顾影帝，你的手机一直在响，好像是你母亲。哎呀，谁欺负谁呀？你这手烫伤了，你怎么不告诉我呀？没事，被烫伤一小块而已。疼不疼？哦对，我怀疑我的药被换了。什么？那个药的效果根本就没有那么好，但我今天怎么我都醒不过来。我感觉是有人故意想害我。11年前那场车祸可能不是意外。如果不是意外，你会觉得是谁想杀你啊？二叔。但是11年前我们家的安保系统很严的，他应该没有机会能动我的刹车系统。你放心，这件事情交给我吧，我一定会调查清楚的。但是如果这件事情的检测结果跟我想的一样，就是有人想杀我的话，他们肯定还会有第3次行动，我们不能坐以待毙。你是想以身入局，把他们都引出来？不行，这太危险了。那就要靠我亲爱的男朋友啦，我需要你的支持。好，那我随时听候大小姐的差遣。啊，还有啊，下次你受伤再不告诉我，我就……那还是有点……那你再吹吹。哎呦，我天下第一可爱又聪明的弟弟，你还好吧？姐姐看看。姐，我没事，你没受伤吧？老三，你跟谢观燕亲嘴了？对不起啊，小三，我姐，
低正眼，难道这是光彩吗？我知道谢观音无法抵抗你的魅力，喜欢上了你，但是你们怎么可能还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？你都不知道，我昨晚吃了很多安眠药，如果不是他来找我，早就被烧死了。对不起，姐姐，我不知道，我应该去找你的。哎，没事啦，又不是你的错。你要记住啊，永远要把自己放在第一位，包括我。我知道了，我会去谢谢他救了你的。那你这是同意我们两个在？不，我不会同意任何人跟你在一起的。但姐姐，这是你的爱情，你不用在乎我的想法。傻孩子，我怎么可能不在乎你的想法呢？你可是我亲弟弟。那你以后别跟谢观音接触了。我发现你这个人有时候挺较真儿啊。首先，谢谢你救了我姐。你要是不想笑，可以不笑。皮笑肉不笑，倒是蛮吓人的。我算不上救出你姐，她自己很厉害，可以自己出来。那是，我姐天下第一厉害，这人还行吧，没有刻意表现。然后就是，我不会同意你和我姐在一起，我们是永远的敌人。今天的节目有些特别啊，我们放开了可以参加节目的嘉宾和客人，所以人数呢会有点多，大家欢迎欢迎啊！老二、老四，江棠姐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当然是来看着谢先生，姐姐可别被他骗了。姐，你录制节目的别墅着火了，可担心死我了。保护姐姐有我一个人就够了，你们休想抢我当仆人的机会。这几天顾景川一直围着林墨转，跟个白痴一样，这人算是废了。现在看来，沈意涵才是最优秀，他以前喜欢过我，要是我回头，他肯定会接受。啊？意涵哥哥，好久不见。没多久，上次在医院不才见过？意涵哥哥，你还记得我手骨折了？景川，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不能来？能，当然能。妈，那是林墨，你肯定还记得他吧？他还没有死。我怎么会忘了？妈，我好难过，我现在还喜欢他，可是他现在完全一眼都不看我。你确实不招人喜欢。妈，其实我一点也没想要你的安慰，还有，你真的很装。没想到那场火都没烧死，不过这次你绝对不可能再有生还的机会。哼！哎，爸，你怎么也来了？哎，文燕，要是闪闪知道我是顾家的私生子，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嫌弃我。各位请过来啊！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开始了。谢总，查到伤害林小姐的人了。接下来我们节目正式开始啊！大家都可以参加，不过呢，需要2组队。林墨，你一个小屁孩上去干嘛？下去！林墨，我们可以一起玩吗？导演没说客人不能跟嘉宾组队。我不想跟你组。林墨，我哥秃顶抠门配不上你，谢观音也配不上你，他不过是一个低贱的私生子罢了。哎呦，哎，快掐吃我，掐吃我！
只听说谢先生是从福利院出来的，他竟然是私生子，谁的私生子啊？哎呀，被捅出去就捅出去算了。要是真是上流社会知道我是谢观燕的父亲，那我肯定会被很多人奉为座上宾的。谁给你的胆子说出这样的话？对不起，观燕，是我没有管好他。我说的是实话，谢观燕妈不过是贫民区的贱人，破坏我们家庭，她又能是什么好东西？这个谢观燕怎么又这副绿茶样子？不过，就算林墨不介意，他的3个弟弟肯定不会接受谢观燕的。我们的出身自己是无法选择的。这件事，谢先生很无辜。谢先生是好人，贫民区有他设立的慈善基金，所以很多孩子才有书读。众所周知，谢观燕旗下的娱乐公司在娱乐圈是最人性化的，我也偏向于他人不错。我不相信任何人说谢观燕是怎样的人，我只相信我感受到的，我看到的。谢观燕，从今往后，我们就不许别人欺负你，我们永远在你的身后。你很没礼貌，你知道吗？你很没礼貌，你知道吗？珊珊没有嫌弃我。你什么东西，敢教育我儿子？滚！滚！你再敢威胁我姐，要给我揍你儿子！哎，妈，算了，反正小周他也不过真是。妈，别打林墨，要打我哥。松开我手！哎呀，算了算了，顾总，你竟然帮着外人！林墨也不算是外人。顾总该不会是想认回谢先生？真会做白日。你个老登什么心思？路人皆知，别吃相太难看啊！哎呀，好了，大家先录节目了，有什么事情私下解决。所有人先去玩游戏吧。动手吧。这怎么了？这门怎么突然关了？姐姐还在里面呢。三弟，你就放心吧，姐和谢先生自有打算。啊！你们干嘛？放开我！观燕，你快放了我，我可是你亲爹呀！这位女士，你为什么这么恨我，以至于3番5次的想要杀了我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既然我已经绑了你，就说明我一定已经查清楚。第一次，你买通我家佣人，在我车上做手脚；第二次放火烧别墅；第三次，想直接让杀手来杀了我。杀手已经被警察带到警察局了，他们什么都知道。他杀珊珊，不会是因为他跟珊珊根本就没有正面接触，对珊珊动手，要么是因为那时顾景川对闪闪情根深重，或者他知道我对闪闪的感情有多深，他想弄死闪闪，让我崩溃自杀。不，那么好的闪闪，就是因为我阴暗的爱意死掉一次，陷入了巨大的危险2次。要是闪闪知道这一切，他还会喜欢我吗？啊！什么情况？你去看看，我来看着他们。好，小心点。你不想林墨知道真实原因，对吧？为什么这么做？观燕，谢观燕，谢观燕，你这是在杀人！该死，10000遍都不够。谢观燕，如果你杀人被林墨知道，你就完了。对，我不能杀他。珊珊，
我还要跟你在一起。你要是有恨，你就冲我来。你为什么要伤害林墨？妈，你为什么要杀林墨？你明知道我喜欢他，如果没有你搞这么一出，我和林墨说不定孩子都有了。能不能把嘴闭上？因为林墨的死，不仅可以让小川收心，还能打击你这个野种，一举两得。该怎么说？你们几个人知道了吗？否则你们留我一个儿子。谢观燕，你敢对景州动手，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。知道了。继续说吧，为什么这么恨我？因为顾景川爱你，而我爱他。什么玩意？这跟我干哪个频道来了？我就是这种心理畸形的人，你把我抓去坐牢吧。家人们谁懂啊？你放心，我已经报警，我会让这些人付出应有的代价。带走。哥，这怎么回事？警察为什么抓走妈妈？他们涉嫌故意杀人，被警察带走了。这怎么可能？该怎样？今天累不累？有一点累。虽然今天的情况比较多，但是我们的直播还是会继续。不过由于今天的节目突发状况有点多，我决定呢提前结束。在节目的收官之前呢，还有一个特殊的环节。哇！天哪，这是谁要告白啊？这么大阵仗！林墨，我深爱着你，超过这世间的一切。一个依靠和一个拥抱。我知道钱很俗，配不上你，但是我还是想把我的一切都交付于你。从理论上来讲，我比谢观燕更接近百万富翁。看到这么多零，还是在成都。听说林墨跟索菲亚表白了，谢观燕跟林墨表白了，这不是三角恋吗？姐姐，你的笑脸是我唯一的余罪，我用双眼谢观音，这是我这辈子听过最动人的情话，没有之一。那顾老抽追了姐姐3年，连个手指都没碰上。谢观音这才几天，先是亲嘴，又是拥抱牵手，有问题。哎，不是，这顺序他对吗？唉，完了，真让谢观音完全拿捏住姐姐了。她非常了解姐姐的喜好，知道送什么会让她高兴。
哥，你去哪儿？去非洲，最近也是真撞邪了，下部戏还在非洲。顾景川，你是不是克我呀？原本定了这个节目跟你官宣，后续合作的戏都安排好，结果现在搞的我也要跟你一起去非洲。等这个合作的戏拍完，我要立刻马上跟你彻底分手。索菲亚不是姐姐别墅里的女佣吗？哪里？二哥，姐姐上周日上台跳《傣语悠悠》了。你怎么知道？怎么没告诉我？是这样的，姐姐跟索菲亚告白的事情你知道吗？索菲亚，你对告白的事情没有震惊，你知道这件事对不对？我怎么了？姐，你上周日告白的事，全忘了。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啊，三弟，你听，我不听，我不听，我不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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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不听？听。沈思哲，我跟你道歉。上周日我确实骗了你，对不起啊。拿来吧你！没关系，姐姐喝水。不过姐姐，你刚跟索菲亚告白，又跟谢观燕在一块儿，你这是要搞一夫一妻制吗？那个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索菲亚就是谢观燕？什么？原来你们早就住在一起了，还是你先表白的？为什么要瞒着我？还不是因为你的病不能受刺激啊！你为什么把我的病告诉姐姐？我讨厌你，沈和尚。姐姐也是为了关心你嘛，三哥。而且谢先生也是个好人。哎呀，以后索菲亚这件事谁也不准提 ，OK？ 啊？可是姐姐，你上台付出跳舞这么重要的事情，我都错过了。好啦，乖，以后呢，我会经常上台表演的，你想看就看。那我下次要最好的位置。好。姐，我们别理他。林墨，你跟我出来一下。你先回座位吧。哦。这儿。你好，林墨，我是清大招生办的主任，我姓黄，我们以前见过的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当然记得你了，黄主任。林墨，我接到通知，你不仅攻克了数学研究院的难题，而且还在月考中考出了700多分的成绩。我这次来呢，就是代表清大再次录取你，不用再高考了。真的？那太好了！我就是想再次考进清大，怎么样进去的都可以。当然是真的了，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专业来读，也可以明年呢高考完毕以后再来，反正你只要到我们清大来报到就行啊。那我可以回去考虑一下吗？可以啊，给你留一个我的电话，考虑好了联系我。好。主任，那我今天是不是可以休息，不用上课了？当然，赶紧去玩吧。哦耶！我要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谢观燕，她一定会很开心的。谢观燕，
薛国燕，奇怪，不在家吗？家里什么时候多出来一个房间啊？这些是什么？对不起啊，珊珊，我知道我不该偷拍你的。当年的我太自卑，我只是一个见不得光的私生子。我知道我不可能跟你有任何交集，所以我只能收藏了这些东西，假装我们是好朋友。我知道这些都不是借口，是我太厉害，太变态了。措手不及，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。我伪装成君子，有时候呼吸也暂停。不是，身体君子论迹不论心，你在外面所有的行为都是君子所为，只有对我有点变态而已。但你对我也很好啊，沈毅还能告诉我啊？你都知道了。啊，当然，我不是因为知道这些感动才跟你在一起的。我保证，从今以后，我一定不会像以前那样，我会像个正常人，光明正大的爱你。谢观燕，我喜欢你，无论什么样，我都喜欢。哦，对了，今天是想过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我被清大提前录取了，学长！真的吗？那你也太厉害了吧！你小子当年是不是因为我要考清大，所以才报考的？我……今天我要宣布一件事情。姐姐，你还没到结婚领证的年纪呢。想什么呢？我是想说，我被清大提前录取了，我以后不用再上高中了。姐，不愧是你，我也要继续努力，跟你读一所大学。你呀，还差点意思，好好学习哦。还有一件事情，就是我打算明年9月再去报道，因为这段时间我想和谢观燕出去旅游。谁同意？谁反对？有反对。好，你们同意就行。好，姐姐，你开心就好。要不是我要参加节目，我绝对会和你们一起去的。姐姐，谢先生，你们注意安全。 밤에 온뒤에 다시 눈물길 설레 하늘은 핑크빛 물이 들고 저 땡에 뛰는 그 수줍던 시간 따라 You and I